名将，站好！我将参见驸马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将是红海关总兵夏元。你是要来抓我？不敢，我将是皇公主之命，请驸马去红海关甲公主见面。公主到红海关？哼！你有什么花言巧语？讲！出什么？弄出去！是。公主，下官是有不得已，会苦中请公主你听我辩解。我袂听你辩解。成亲一个月来，你入过多少个3名海士？今仔日趁我去探望母后的病，你就来私自逃走。世间的薄情郎，你当记仇？你不顾离别，好记心，不良夫妻将伊亲。你放眼去我心好恁，假情假爱到如今。下官会悔我心，负心无人，我不顾的离别，又会来怨哪因哪？阮着讲的世代啊，讲啊忠心，着情的气强啊，做伴啊心啊。既然你归行，是无诚意，何必入罪连亲义？成亲本是我不得已，你着强迫我怎客气哦？原来你存心想要甲我放杀！公主，我心乱动作，不得已，我就要辜负就你一片的情深。希望公主你会当原谅我。公主，要原谅唔原谅是由你，我时候是无早，请你放我出关啊！你若想要出关，明明是咧做梦。公主，下官的情形下，你是最了解。我是奉旨要变化西寮，无去误入出你的国度，受你的招亲。你可知影？我连累出我的母亲受禁在天家，我身负着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你这要叫我安怎样做人呢？管不管？公主，你若是肯放我出关的，变化西寮，做回真书记，会当将功抵罪，到的时阵，咱敢是会当夫妻团圆呢？我若是唔答应，你唔答应？好，你若敢唔答应，我只好伊死，到时就公主你要互阮咯。哼！你要用死来威胁我？德清，我甲你讲，假使你若想要出关，你明明是伫咧眠梦。你若是乖乖，甲我转去向父王请罪，就万事皆休。若是无这，你就休怪我对你无情。公主请下手，是我德清绝无冤冤。
后手放起马后台，甘愿要死在这个毋捌的疑犯部的手头。兄弟，你唔通乱讲。大哥啊，这款查某你还搁摕伫咧讲话，伊既然家己甲你做夫妻，应该都爱帮助你去平息，毋才对。爸爸主动毋肯互你出关，哈，啊，那甘心要害你做一个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的人？好了，你莫搁讲。我要讲，大哥，小弟已经看袂惯这款无德的查某，你想回去我甲拍死，咱兄弟冲出关来去。不要，大哥，咱卖插伊，做咱行啦。不要诶！行啦！行啦，卖插伊啦！行啦！兄弟，公主对我一片情深，我哪会看伊安尼死无款呢？大哥啊，趁你即马受伤若无走，后摆是无机会哦。啊，行啦！啊，姐，你甲我倒转去白虎山等我，我明仔载就到位啊。无咯，啊这，对。好嘛，转去就转去嘛。哼！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精神啊！公主，公主，是老贤弟对不起你，我替贤弟向公主你赔罪啊！毋免，老兄伊讲了无问题。我既然甲过你为妻，做母应该阻止你去平息。我毋对，我错了。公主，那安尼请放滚互我出去。我全忍心，互你准备一个不忠不孝之名。公主，我来当征服西辽，讨回晋书记，我一定会行，向皇上替你讨功。我毋敢，只希望你若离开了后，毋通将我放袂记，也阁有咱袂出世的孩子。啊！你已经怀孕了？
红卫官，为何你不尽职责，私自放驸马出关呢？讲，父王，是心里放走敌驸马，请你莫见怪下总兵。什么？是你？红你，你为什么放走驸马？这一来，咱神仙国的民主，岂不是一败涂地？请你饶恕我，努力是为着。是为着什么？为着什么？你讲啊！啊！为着什么？公主，永离，驸马是你忠心的瓦靠，你无应该这尔啊轻易就放伊逃走。万一伊若是真是一去不回，那安尼，你的忠心是要我靠啥呢？不要，是毋是驸马又亏待你？这个忘恩负义的铁生，哈曼在立刻卡在兵书，将这个小家敌情卡对倒转来。是。这父王，假使你若是将敌驸马对付，安尼努力会互人批评我是一个不贤不孝的，你是要叫我怎样做呢？也无将因对倒转来，像你安尼，清不清，白不白，也是要安怎做人？我相信敌驸马，伊并非是负心之人。只要伊若是平息了，伊一定会倒转。父王，请你看在心里的面上，饶赦敌驸马。起来！你拢给我起来！是。谢父王，有幸。即马只希望着枪会当早日平定西了，也通好早日甲你投安伊。赵掌柜听令，在并立向七星关下战书，即刻命伫金华所出阵。得了。将军，已经遮尔啊暗了，你哪还阁毋进后堂休息咧？夫人，但从我好将，统领用兵，前来征伐我爸。如今兵营下，叫我要来滚入去。将军，妾身想讲有几句话要讲，我若是讲出来，请你毋通见怪。好，你讲。吴邦原本就是归顺大宋，只怪龙主心生妄想，想要夺取大宋江山，才会掠伫宋朝天子进路，派吴好将前来征西。如今，咱为着要避免损兵折将，也为着要避免耗费钱粮，我劝将军，你也是速速献官投降。什么？未前开战，你就叫我献官投降？开战，
将军，你虽然勉勇，但是若是甲赞天龙、朱家彩因两个人相比，你自认如何啊？这赞天龙、朱牙菜是我帮的英雄上将，我来当甲因比。那安尼就对，连赞天龙甲朱家彩就拢死伫个敌枪的手中，你敢会是伊的对手？将军，你若是毋献官投降，不但是你自找死路，而且还阁会连累咱满城的百姓遭殃啊！这将军，你莫阁再叨虑了，明仔载透早，你着献官投降。我只好献官投降。平华沙投降大宋，铁生呀！国王待你不薄，更加背叛国王。我抓到迄个时阵，我就该碎尸万段。父王啊，一点仔小代志，你何必着甲伊生气咧哈？等等啊，咱若开始敌清了后，敢惊伊中华沙飞上天顶是？王儿啊，国王听讲大宋的五虎将武艺十分的骁勇，就是连战天王朱阿彩也死在因的手头。恐惊啊！国王这个金钩玉保袂掉啊！父王啊，敢讲你袂记的是，驸马伊有万分不懂之用啊！哦，父王，人人拢讲五虎将神勇无敌，也毋过李神也无将伊放在眼内。驸马，你唔通大意哦。父王，请你放心，只要你派5万的精兵给李神，李神保证擒拿五虎将。父王啊，驸马出兵一战成功了后，无一定大宋的江山也是伫咱的手头。好，国王即刻派兵，命你为势攻打大宋。